哦，你都着咁好咧，今天会不会痛？他还是今天会痛。所以你哪做的困难，你都看到，你做的相信什么，你都要反想，永远都会过去。所以，做讲嘅世間情況，對吧？有時間就會苦，煩惱，無時當然苦。因為咱唔苦，因為哪咱唔苦，因為我哋咱唔得苦，先日啊，大咱唔得苦，我哋懷疑我，即係為重點啊，咁你都難過。啊，無嘢得苦，無嘢當然話咁苦。所以正在對你有冇得苦？大家都很难认清，人生有受难天的苦啊，很苦，苦虽然是苦，但是重点先看你的心。今仔这个苦，我讲心个所出来，对不？啊，语言当出来啊，你家己做爱家己去想嘛。所以才讲，你爱想，你无想嘛安尼过，你有想嘛是安尼过。